同大家講個好嚴肅但係又好現實嘅話題，好多人後生嗰陣拼命賺錢，以為有錢就有朋友，有錢就有子孫送終。但係我睇咗咁多年相，見得太多人到咗60、70歲，雖然住大屋坐名車，但係身邊一個真心嘅人都冇。病咗要自己去醫院，過時過節一個人食公仔麵，呢種就係我哋講嘅晚年孤獨。點解會咁？其實你將臉已經寫晒出嚟，想學唔係迷信，係一種統計學，亦都係一種心理學。你個人嘅性格決定咗你點樣對待人，你點對待人，最後就決定咗你晚年會有乜嘢結果。今日我就教大家點樣從面相去睇一個人晚年嘅運勢，特別係要留意邊幾種面相係孤獨相，同埋最緊要嘅點樣去揾你生命中嘅珍貴人。我哋講晚年喺面相學入面最緊要睇嘅位就係下半面，即係由鼻尖入到下巴呢個位置，我哋稱之為地角。一個人後生嗰陣運勢好唔好，可能係睇額頭睇眉眼，但係到咗50歲之後行到口同下巴嘅運勢，呢度先係決勝負嘅地方。首先我哋講講最容易晚年孤獨嘅第一種特徵，就係尖削下巴。你睇下而家啲後生仔女個個走去整容，整到個下巴好似芝士咁尖，覺得咁樣先至靚。我話你知喺商學角度，呢個係大忌，下巴代表一個人的承托力，亦都代表你嘅勞卜宮同子孫運。下巴尖到冇肉嘅人，通常性格比較自私，做嘢只係諗自己，唔會顧及人哋感受。當你後生有權有勢嗰陣，人哋可能會圍住你轉，但係當你老咗冇利可圖嘅時候，啲人就會散晒。所以如果你天生下巴尖，或者你後天去整尖佢，你就要心理準備，你嘅晚年運係比較薄弱嘅。再嚟就係要睇嘴，我經常講一個人把口好唔好，直接影響佢嘅人緣。有一類嘴相，我哋叫福州嘴，即係個嘴唇天生向下垂，好似一架反轉咗嘅船咁。呢類人有個特質就係負能量極重，成日怨天尤人，同佢哋傾偈，你會發現佢講10句有9句都係鬧人辛苦或者講人是非。你想下邊個想同個負能量發射站一齊過晚年？就算係親生仔女，見到你成日黑口黑面都會想避開你啦。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個嘴開始下垂，你要反省下係咪平時太多抱怨。仲有一種相係好多人會忽略嘅，就係法令紋入嘴。法令紋就係由鼻翼兩邊伸延落嚟嗰兩條紋。如果呢兩條紋生得唔好，直接插咗入口，相學上叫騰蛇入口。呢種相主晚年運勢，不單止係身體容易出問題，最緊要係會產生一種孤僻嘅性格，同人溝通唔到，結果越老越孤單。講完孤獨相，大家可能好驚。咁蘇師傅點樣先至可以揾到貴人幫自己轉運啊？或者點樣睇下身邊邊個先係真心對我好嘅人？好多人對貴人有誤解，貴人就係俾錢你使、帶你發財嘅人。錯晒，真正嘅貴人係喺你迷茫嗰陣點醒你，喺你最難過嗰陣撐住你，或者係默默喺你背後支持你嘅人。點樣一眼睇穿邊個係真貴人？其實好簡單，首先睇眼神，眼神係呃唔到人嘅。一個貴人佢嘅眼神通常係定嘅。乜嘢叫定？即係佢同你講嘢嗰陣，佢會正視你，眼神唔會閃閃縮縮。如果一個人同你講嘢，眼珠不停咁轉，或者唔敢望你，呢種人通常心術不正，而且佢接近你係有目的。真正嘅貴人眼神係充滿誠意同埋堅定嘅。第二，睇耳仔，古語有云：問福在耳。一個人有冇福氣夠唔夠厚道，睇耳仔就知耳垂大而厚嘅人，性格通常比較寬容，唔會斤斤計較。同呢類人做朋友，佢唔會喺你背後插刀，反而當你出事嗰陣，佢會係第一個企出嚟幫你嘅人。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個朋友耳仔生得好厚，記得要好好珍惜佢，好可能就係你嘅真貴人。第三，睇鼻囉，代表一個人的心，鼻梁正直不偏不倚嘅人，做人通常都有底線有原則。雖然佢哋講嘢可能比較直，有時仲會難聽過粵語，但係忠言逆耳。呢種肯講真話嘅人，先至係真正可以幫你避開陷阱嘅貴人。反而嗰啲成日對住你甜言蜜語，講埋啲好聽嘢去奉承你嘅人，你就要小心啦。呢啲通常係口蜜腹劍嘅小人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道理，其實相學唔係死板嘅，相係會隨心而轉。點解有啲人明明生得一副孤獨相，但係最後可以安享晚年？因為佢哋識得收。我見過一個老人家，佢天生下巴好尖，照你晚年運唔好，但係佢好後生就明白呢點，所以佢對人特別慷慨，特別照顧後輩。佢唔係為咗求回報，而係真心想幫人到佢老咗嘅時候。雖然佢冇子女，但係佢以前幫過嘅後輩個個都當佢係親生爸爸咁照顧。呢個就係心田好想就變。雖然佢下巴依然係尖，但係佢個勞僕個宮生得好飽滿，氣色紅潤。呢個就係後天嘅補救。所以我成日講，如果你發現自己面相上有啲缺陷，唔使太擔心。你要做嘅唔係去整容，而係去改變你嘅性格。如果你個嘴下水，咁你就試下多啲微笑，多啲讚美人。
你試下每日讚一個人堅持1年，你會發現你個嘴角會自然向上翹，你嘅人緣亦都會好咗。如果你個下巴薄，咁你就對人慷慨啲，唔好計較咁多小利。當你懂得付出嘅時候，你嘅地角氣息就會變好，自然會有貴人出現。好多人問我，蘇師傅，我依家已經50幾歲啦，先嚟改性格係咪太遲？我話你知，永遠都唔會遲，只要你一日仲有氣，你都有機會去改善你嘅晚年。晚年唔係指你死嗰一日，而係指你依家開始到之後嘅日子，其實揾貴人。首先你自己要做自己嘅貴人，你自己先要做一個值得被幫嘅人。如果你自己每日都充滿負能量、自私自利，就算真係有貴人經過你身邊，佢都會被你嚇走啦。我喺第一集視頻講過，手足情講到底係價值互換。其實朋友、親戚甚至夫妻，某種程度上都係一種能量或者價值嘅交換。如果你想身邊多啲貴人，你首先要提升自己嘅價值。呢個價值唔一定係錢，可以係你嘅智慧、你嘅包容心，或者係你嗰份樂於助人嘅態度。講翻面相，我想大家依家就攞面鏡子出嚟，好好觀察下自己張臉，睇下你嘅印堂，即係兩眉之間印堂係命宮，代表你個人嘅心胸。印堂開發可以容納2隻手指位，代表你呢個人心胸廣發，唔容易中牛角尖。心胸廣發嘅人晚年自然過得開懷。如果印堂傲窄，甚至有眉毛連住，咁你就要提醒自己做人唔好太計較，要學識放下。再睇下你嘅眼睛，如果你發現自己對眼最近成日都無精打采，或者充滿血絲，呢個係一種警示，代表你最近壓力大或者心境唔平靜。心境唔平，運勢自然唔好。你要學識休息，學識同自己和解。最後，我想送大家幾句話：晚年孤獨其實好多時係自找嘅。因為人越老，往往就越固執，越覺得自己嗰套先係真理，結果同身邊嘅人越走越遠。面相只係一個信號，提醒你依家嘅狀態係點。如果你生得一副好相，咁就要恭喜你，但係你唔好浪費呢份福報，要繼續積德行善。如果你生得相貌平平，甚至有啲孤獨相，咁你更加要努力去修你嘅心，去改你嘅性格。記住，命雖然係注定，但係運係掌握喺自己手入面。揾貴人唔難，難在你自己識唔識得去珍惜。當你識得感恩，識得反省，你會發現其實貴人一直都喺你身邊。可能係你個一直被你忽視嘅老伴，可能係你個成日俾你鬧嘅後輩，甚至可能係街口嗰個每日同你打招呼嘅保安。一眼看穿大事你嘅真貴人，其實最重要嘅唔係眼力，而係你嗰顆心，心清目明，你自然會見到邊個先係真心對你好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我講得有道理，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順風順水，點讚並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下一期我會同大家講下居家風水，點樣通過簡單嘅擺設去提升你嘅晚年財運同健康。我係蘇文峰，祝大家晚年順風順水，貴人常駐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